大家早晨。過去嗰個週末，最多人喺我 YouTube 頻道裏邊投票，選出最想我今個星期為各位重點分析嘅股份呢，就係吉利汽車175嘅。佢嘅重要支持位喺16個3毫8。咁呢個就係港股市前分析今日嘅講題。剛才我哋講咗喺日線圖上邊呢，17個8毫1，同埋更加重要呢個嘅16個3毫8係好重要嘅支持位，好重要嘅阻力位就係20個9。咁啊，好清楚啦，好清楚呢個情況啦。呢個上星期五嘅低位重唔重要啊？話隨頭利好轉型態喎，剛才講咗啦，隨頭利好轉型態威力有限嘅啫，所以唔好咁重視呢個低位。咁樣短期就係咁樣睇啦，呢3條線啊睇，咁你可以由於咧呢個低位，剛才講咗嘅16個3毫8啦。同埋另一個低位17個8毫1啦，都有一段距離嘅，即係出現嘅時間，所以咧呢個上升軌係值得參考嘅，但係失守咗。失守之後咩啊？就變成阻力嘅咯，就變咗阻力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向上定向下發展啦。呢個日線圖、週線圖咧。都係睇翻呢個16個3毫8最重要嘅位。如果真係失守咧，就要睇呢個嘅啦。呢個係3月上旬低位14個4毫6啊，希望唔使啦。如果係咁就真係好不妙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你話咁阻力，又係睇呢個啦，抹埋呢個先啦。20個9一樣嘅啫。咁如果你係中期跌落跌咗喺度反彈，咁我哋當佢係 A、B 啊嘛，係咪啊？或者再衰啲就1、2啊，咁啊當 A、B 先啦。咁如果 C 同 A 等長，即係跌好多喎會後市，咁啊所以呢個位真係16個3毫8，唔好跌穿，跌穿麻煩咯。希望就點咧？呢度彈出嚟呢個 B 啊，係 B 中 A， 而家行緊 B 中 B， 再嚟一個 B 中 C 彈高啲，咁就會安心啲，好友就會安心啲啊。咁同樣地咧，我哋亦都可以畫一條嘅上升軌。由呢個嘅14個4毫6同埋呢個16個3毫8，咁啊呢個希望呢度有個支持，就已經完成個 B 中 B 彈翻上嚟 B 中 C， 咁就好啦。對買家嚟講當然講緊啦。最後啦，睇下月線圖，月線圖咧。都係呢個範圍啦。如果就咁睇阻力位支持位就都係16個3毫8啦。上邊咧就睇4月嘅高位25個1毫2，長期嚟講。咁另外亦都可以畫個下降軌，就將嗰個歷史高位喺2021年1月創嘅34個7毫8拉落去，同埋25個1毫2拉條直線。就有一個下降軌阻力，上升軌有冇咧？當然有啦，畫咗先同大家講個位啊。我哋由2024年8月低位6個4毫8，同埋好重要嘅位係咩啊？14個4毫6拉上嚟另一個上升軌，咁就喺呢條線之內嘅範圍內等突破啦，或者反覆上落多段時間啦。